今年銀債保底嘅利息都會有 3.85 厘，老實講就真係唔錯嘅。有人話好似政府派糖，不過呢粒糖唔係人都有得食，要年滿60歲先得㗎喎，即係1966年或者之前出世嘅，同埋要持有香港嘅身份證先至合資格。但如果仲未夠呢 sorry 啦，唯有等下幾年先啦。同上年比較翻，上年嘅保底係有 4.1 厘嘅，今年就跌咗落去 3.85 厘，點解呢？係咪反映咗官方對未來嘅利率走勢唔樂觀呢？呢個就留翻俾大家自己去考慮啦。今次係第10批嘅銀債，發債額係500億，最多就加到550億。玩法同以往一樣，入場費係1萬蚊一手嘅，每人最多有100萬，3年期，半年派息一次，聽落去都幾穩陣嘅，就等於 long hold 3年，唔使心掛掛。認購期係9月15號嘅朝頭早9點開始，去到9月29號下午2點就截止噶啦。10月10號開始發行，老友記記得去銀行、證券行遞表，如果有中央結算戶口嘅都可以通過佢哋嘅程序認購嘅。其實銀行、政府都幾識計數，財經事務局同埋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就話啦，個息率係考慮到市場嘅利率同埋通脹嚟定出嚟嘅。你睇下而家銀行12個月定存得2厘左右，銀債就有 3.85 厘保底，仲要免稅，完全就係秒殺銀行嘅定存啦。不過要留意翻，今次嘅 competition 比以前大咗，因為合資格嘅長者已經有250萬人啦，比舊年多咗 2.8%， 但發行額咧就冇多到，爭糖嘅人多咗，自然搶得激烈咗啦。想知買人債可以賺到幾多錢？即刻掃描 QR code 話你知。